講到五旬節，你第一時間諗到咩？係講方言，定係好強烈嘅個人屬靈經歷？好多人讀《使徒行傳》第2章，重點都放咗喺我有冇恩賜上面。但如果你睇深一層，你會發現路加想講嘅重點其實係2個字：成就。今日我哋要拆解五旬節背後3個被忽略嘅震撼真相，睇下聖靈點樣反轉呢個世界。第一，五旬節其實係神嘅搬屋計劃。喺舊約，神嘅榮光首先充滿會幕，之後充滿所羅門起嘅聖殿。但神其實唔係想住喺磚頭、灰泥入面。五旬節嘅發生，代表神終於揾到佢真正想住嘅地方，就係你同我呢班信徒群體。我哋唔再係去聖殿揾神，因為我哋自己就係嗰座活生生嘅聖殿。以前巴別塔代表人類嘅驕傲，結果語言混亂，大家散晒。但五旬節係反轉巴別塔。聖靈最神奇嘅地方，唔係將所有人都變到一模一樣，而係保留每個人嘅語言同文化，但令大家可以互相聽得明。呢種叫多元之中嘅合一。喺聖靈入面，唔同背景嘅人都可以一齊共事，呢個先係真正嘅秩序。第三，教會嘅天職唔係做一塊指示牌，而係要做一個新造世界嘅運作模型 （Small Working Model of New Creation）。想像一下，當呢個世界充滿爭鬥、分階級嘅時候，教會入面有猶太人、有外邦人、有老闆、有員工，大家竟然可以合一聖潔。呢種生命力，正正係對當時凱撒嗰種權力世界嘅最大挑戰。最後，聖靈係一份保證。對個人嚟講，佢保證我哋將來會復活；對教會嚟講，佢保證神最終會更新整個宇宙。所以下次讀五旬節，唔好淨係求恩賜，要記得我哋身上背負住神住喺人中間嘅榮光。如果我哋令你對五旬節有新睇法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你覺得教會點樣先可以做得更似一個新世界模型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次見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，一定要去睇 NT Wright 嘅 Surprised by Hope，我哋誠意推薦。